各位讀書日誌嘅朋友，歡迎返嚟。今日我哋講呢本書《Supremacy》入面最精彩嘅一段。DeepMind 早期點樣喺矽谷班巨頭之間玩財富密碼？講到 DeepMind， 大家一定諗起 AlphaGo， 但你知唔知佢哋早期係窮到差啲要執笠？創辦人 Hassabis 好天才，佢知揾錢唔係淨係靠 PPT。佢去見 PayPal 創辦人 Peter Thiel 嗰陣，特登提自己係國際象棋大師。點知 Peter Thiel 真係中招，話象棋點解騎士同主教係平衡嘅？就係咁，一場象棋對話換嚟咗140萬英鎊投資。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第一個重點，專業嘅對接往往似於人性嘅共鳴。跟住落嚟，成件事變得好科幻。Skype 創辦人 Talon 加入咗佢，唔係想發財，佢係驚 AI 會好似回民針工廠咁，為咗完成任務而將成個地球嘅資源榨乾。呢一種 AI 末日論喺當時聽落好瘋狂，但就係呢一種恐懼令佢哋遇到另一個大佬 Elon Musk。書入面寫得好正 ，Elon Musk 當時話人類要快啲移民火星，因為如果 AI 搞禍咗，我哋要有機走。你以為佢講笑？佢係認真到想用 Tesla 嘅股票買起 DeepMind， 但最後 Hassabis 拒絕咗。點解？因為佢哋覺得 Elon Musk 太難捉摸。最震撼嘅係 Mark Zuckerberg 出場 ，Facebook 當時開價8億美金，8億呀！但 Hassabis 堅持要加一條條款 ，AI 唔可以攞嚟做軍事用途，仲要設倫理委員會。Facebook 崇尚快速行動，打破常規，便引導呢啲掣，結果呢單 deal 告吹咗。呢度睇到一個深度核心，當技術去到可以改變世界嘅高度，創辦人嘅價值觀就係最後嘅防線。到底要錢定要靈魂？DeepMind 揀咗後者，直到 Google 嘅出現。3大行動建議：一、建立非技術連結。無論你係想揾投資定揾工，除咗專業能力，揾出對方嘅興趣，好似 Hassabis 講象棋咁，係最高級嘅社交槓桿。二、堅持底線思維，喺利益面前，先諗清楚你嘅不為清單 （not to do list）。好似 DeepMind 拒絕 Facebook 咁，短期睇係損失，長期係保護咗公司嘅初心。三、關注技術轉捩點，留意好似2012年深度學習爆發呢類嘅節點。當一個領域突然由冷門變熱門，如果你早有準備，你嘅身價會係幾何級數上升。唔知你哋又點睇呢？如果你係 Hassabis， 你會揀 Facebook 嗰8億美金，定係堅持你嗰個可能無人理嘅倫理委員會？歡迎喺留言區同我交流。